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备办心，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礼拜。着了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就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倚靠伊，伊要互伊成。咱来念圣诗2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请起立。
阮徛咧用主所教是咱的主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触阮你伫刺，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启应，启应文第4篇，也是诗篇的第5篇。上主啊，求你听我讲，知我的苦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对你祈祷，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对你恳求搁听候，因为你毋是意爱罪恶的上帝，邪恶你袂容忍，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做歹的人总是你所怨恨。讲白贼的，你要灭因；歹人甲奸诈的，拢是上主所厌恶。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我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稳定，无快快上天，阁有丰盛的慈爱。原在你对阮所存的意思是享受平安的意思，毋是讲灾厄，要互阮尾境有盼望。阮向你来呼求，原在你就要来应允阮。阮若专心来寻求你，就要来找见。全能的上帝。原在当灾厄临到的时，人的智慧甲骄傲是遐尼欠缺，甲遐尼细。当台湾甲世上的人惊吓，受到疫情无情的威胁，心无平安的时，我要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祈求你的怜悯甲保护。因为你是阮的主，阮是你草场的羊。当文明的世界面对这100年来上大瘟疫的威胁的时阵，当全世界数十亿人拢加入这场战争，愿做你所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这时，我要徛伫这个破缺的所在，为这个悖逆无神的世界来祈求，为着阮家己的罪，甲这个世界的罪，搁再一摆伫你面前来认罪，求你来怜悯，早日临到，互这个瘟疫会用消失，互世上人看见，阮的上帝是一个大过通敬畏、大有气力的上帝。阮若确信你会带阮来经过这死荫的山谷。你要来救阮脱离这个病毒的危害，亲爱的主，求你伫这个疫情的期间帮助阮
兄弟姊妹伫线顶的礼拜，拢有你神的同在。袂使照着现代的科技软体，每日原来灵修，彼此关心，彼此带导，互世上的人认出原是你的门徒。感谢主，最近台湾嘛得到日本、美国疫苗的这个关注，互台湾的疫情会得到更较好的控制。求你也特别保护年长的，互因伫咧注即个疫苗的时，减轻身上的副作用。照着疫苗的保护，互阮免受到病毒的即个危害，也互因伫心内有信心、有盼望、有平安。阮也特别为着教会软弱的肢体。特别为着立方者甲市局主席，愿你的医治继续甲因三甲伫地，互因伫手术了因伫病床的恢复，继续拢得到你的保守，甲你的稳定的带领。也为着伫最近阮团契用即个线顶来聚会，愿你的神拢甲每一个团契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互阮伫咧聚会时阵，深深感受到主你的疼伫阮的中间。愿你赐阮平安，互阮来跑走头前的路的时阵，阮确信你的圣手拢要来扶持甲保护阮。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时要来赞美咱今日是要用雅音合唱团。这个来学了，因要所唱的献诗的诗歌是奇妙新约。
共读圣经，上帝话记载伫箴言第2章第1节甲12节。箴言第2章第1节甲12节。我的囝，你若承受我的话，遵我的命令伫心内，互你耳耳孔听智慧，专心求长命，求得到名利，大声求长命。若找伊，亲像找银；敲找伊，亲像敲找藏目的宝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的事，找到捌上帝的理。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财物甲长命拢对伊的喙出。伊甲正直的人积资真的智慧，甲行做端正的人做盾牌，通保守公平的路，保护圣道的路。你就明白公义、判断、正直甲一切的好路。因为智慧要入你的心，知识做你的心魂所欢喜的。计划要保护你，长命要保守你，要互你闪避歹路，脱离讲行恶的人。圣经读到这，讲道，咱要请张牧师，伊今日讲道的题目是祈求智慧、长命决定。即个请兄弟姊妹，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是天父上帝，你是伫沙漠开江河，伫旷野开道路，伫你无恶情的事。阮只要坚定阮的信心，就要看见上帝你的信力，伫阮的生命，伫阮的社会，伫阮的国家。主啊，这个时阵，阮的经验过去1年偌久，全世界咧经验疫情残忍的考验，已经经过1个月久。主，阮感受到阮爱牙目黄山，阮要追求上帝的帮助，阮需要你来保守阮出入的平安。阮需要你时常来保护阮，互阮心内有平安，互阮健康来面对这个疫情。主，阮感谢你，伫你看做好的时，当全世界咧经验疫情的考验，阮有1年偌久的时间，通好来备办。但这个时阵，台湾比世界各国更较知影安那来防堵这个病毒的扩散。我也感谢你，伫你看做好的时间，你赏赐人类有这种的科技。当阮无法度通实体礼拜时，阮会通用网络、用现代科技分散伫阮逐人的家庭内底。无减少阮同心伫上帝面前起祭坛，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的机会。主，阮毋知即个疫情爱阁偌久才会过去，总是阮也看见你伫最近对台湾及时的帮助。当阮欠水的时，你降落雨水，互阮的水库，互阮的管压民生用水。无欠缺。当阮真需要疫苗来抵抗这个病毒的时，你通过友好的国家，日本甲美国陆续将这个疫苗来送到阮的国家。阮也开始照着需要性分类开始来施打。主啊，阮这个社会真小，小可消息就互阮有真多的骚动，包括注这个疫苗伊的副作用，以及有一寡人是甚物款的原因
来丧失因的性命，这互阮要施打疫苗有较大的恐慌。主啊，恳求你帮赞，互阮对上帝有信心，也信任伫政府伊的安排下面，阮大部分的人会通真紧来得到即个疫苗的施打，互即个病毒的威胁早一天离开阮，互阮的经济活动、日常的生活会通恢复正常。伫即个疫情还未完全解除的时，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有智慧来追求上帝，互阮有聪明来做必要的决定。通过今仔日箴言所互阮的教示甲应允，恳求你互阮诚做，阮必须爱做判断甲决定的时，会通追求上帝你的帮赞。阮同心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们。我想咱拄好伫最近开始经验一个真无确定的时期。大概即礼拜咱大家上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咱的中央疫情的中心，是毋是会伫6月28以后就解除第3级的警戒，互咱会通小可较自由来活动，是讲因感觉较安稳，就是搁延一寡。即个咱也咧等即个 CDC 因的决定。所以咱拢也毋知影讲过落去7月、8月、9月，教会即马咧安排行事历，有真侪代志拢无法度通计划。如果若无解封，咱要安怎来继续进行咱教会的聚会甲事工？若解封了后，我会通朝偌侪人开始来计划这个代志。我即摆已经计划，是毋是到迄个时阵？政府讲你也袂当来自由活动，我即摆超前部署，就拢无路用啊！我得来定心调整，随着疫情的变化来做我的计划。这个代志，互咱有时会感觉讲，即个无法度通完全掌握伫咱手中即种的情形。咱侪人计划讲我当时要去出国旅行，我当时要去看阮囝，我当时要做啥物代志，即马拢无法度通计划，拢毋知要安怎才会通来好好来进行。即种的无确定的日子，到底全世界的解封是今年会结束，还是咱爱搁延续到2022年、2023？这无人知影。所以足侪代志，咱即马只能敢若一天一天过，看精神安怎变化，我才来做反应。所以最近有一个名词叫做滚动式的调整啦，都调整，定定爱调整。外界环境若安怎变化，我安怎决定，安怎来适应。这就是咱即马所面对的情形。总是今仔日咱嘛还有真侪代志爱做决定。譬如讲，即个疫情的中间。看冰箱都无啥物件，我是毋是今仔日爱去市场？我要安怎？是去全联？即摆全联佫讲啥物？现在北农有人确诊啦，蔬菜会安怎？这些代志拢互咱毋知要安怎来自保，毋知要安怎来进行。佫较重要，我想已经超1个月，咱有时咱需要调整咱的心态。咱有一寡防疫疲劳足郁闷毋知要安怎调整我的心态。伫即个我要安怎运动来保持我身体健康等等这些代志，咱目前逐工拢来面对这些代。最近有真侪长辈敲电话咧问讲，即摆看台湾打疫苗，伫即几工中间也有真侪长辈敢若拍了无偌久，煞过身。到底若轮到我的时，我住较好，还是莫住较好？即个就变做逐个人伫迄个所在真大的看虑，毋知要安怎来做决定。
即马莫德纳入来，AZ BNT 有足侪疫苗渐渐，将来若有选择性的时阵，毋知有选择性无？若有的时阵，我会拍倒即种疫苗可能较好。这个可能咱大家拢会去想这个代志。咱真侪人爱慢性病，爱甲约医生来约诊，摕慢性处方签。有一寡人手术是毋是爱延期？等等这个代志，咱拢毋知讲即个时阵我安怎做决定较好。有兄弟咧问我讲爱注疫苗无吼？我想我真好替伊回答啦吼，因为主观上咱咧做判断、做决定的时，逐个人性格无同，有的人非常谨慎啦吼。我毋是讲紧张，伊真谨慎，所以有人讲伊超2-3礼拜毋捌出来，嫌去市场嘛毋敢，嫌去甚物所在要银行，要去病院，逐项拢毋敢，甲伊的性格有关系。因为我都较谨慎的人，甲伊的教育背景也有关系。因为我医学常识，我知影即马即个时阵最好我莫出去，还是我莫安那。甲伊的经验有关系。我以前咧做决定的时阵，捌拄着即个情形，我是用安尼做决定。后摆若有共款的情形，我安那决定。这甲我养成的中间的常识有关系。所以咱咧做决定的时阵，你看做好，我无一定看做好，逐个人拢无相像，这甲个人性有差别，这是主观。伫客观上，我想咱即马即个时代，咱逐个拢会去网络去找一寡资料，所以我即马要知影讲，莫德纳较好，还是辉瑞较好？我就去网络、去电视、去真侪所在去找遐资料，互我做判断。有时咱今仔日嘛。被动去接收侪资讯，我想你的 LINE 最近一定有足侪讲你应该安那来保养家己什么款的较好要安怎做较好势，有足侪这资讯愈侪资讯，煞互咱愈毋知要做安怎决定言论自由啦吼你国产疫苗将来出国人未承认啦吼。你国产疫苗还未经过3期实验，所以真危险。后摆若国产疫苗出来的时阵，莫去做。等等，这个代志，互咱真困扰。到底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我安怎做判断？这个是咱即马目前真大的问题。不管是即马爱做决定，还是后摆你的人生的中间有真侪你需要做决定的时阵，咱需要上帝来智慧，咱需要有一寡除了我的性格，除了我接收的资讯以外，我需要为顶面来智慧，帮助我会通做更较正确的一个决定，更较正确的一个判断。所以今仔日圣经箴言2章1节到12节，咱来看伊安怎写。所罗门伊咧写箴言的时阵讲，伊劝咱找求智慧，爱亲像找求金银财宝一样，需要你去寻宝，你敲出伊亲像足宝贵的宝贝，我得到毋知要偌好咧。所以你要追求智慧，爱亲像迄种的心态我会得到一个保障，我会知影什么所在。才得到这个我生命会更丰富。那安尼你就会通明白敬畏耶和华的事，你就认识上帝。中文圣经说认识上帝，也找到捌上帝的你。所以伊先讲，咱对智慧的来源要有渴望，要有渴求的心，然后你才会通得到这个智慧，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来源。为第2章的第6节到12节。就拢咧写讲，如果你若找到上帝，你会得到足多的应允，足多的赏赐。咱就来算一个圣经游序。你为箴言的2章6节到12节，你会通看见，那你若找到智慧的源头，找到上帝，你会得到什么物件？2章的第6节到第6节，因为小事智慧、财物甲聪明。拢对上帝出，智慧、知识、聪明是上帝赏赐，上帝恩赐。
毋拿呢，伊要甲正直的人接住真的智慧。迄个智慧有时，咱知安怎判断未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伊要甲行做端正的人，诚做咱的保护。所以一寡假信息袂诚做咱的伤害，做咱的盾牌，通保守公平的路，保护圣道的路。毋拿呢，继续讲，咱会通更较明白公义。咱咧判断的时会较正直，袂偏左，袂偏右。咱会知影什么是好路，是上帝爱我行，我行对我有利益的。然后你若明白上帝智慧要入咱的心内，咱的身魂要欢喜，追求迄个知识，互咱精神生活更较丰富。咱所计划的会保护咱，毋是伤害咱。聪明要保守你，也咱会通闪避一切的歪路，行歪错去，也是脱离遐无公理的人。咱知影讲，即个人我会离开伊较远。所以你会通看见上帝伫2章箴言2章的1节到12节的中间，伊互咱足侪应允，伊要想述智慧、知识、聪明，伊要互行做端正、敬畏上帝的人，伊要诚做咱的盾牌，来保护咱免受这个灾害。伊要互咱行伫公平，啊，保护咱所行的道路、圣道的路有上帝保护。当咱看过一寡代志。当咱咧听这个争论节目，伫迄个所在咧讲东讲西的时，咱判断会正直，明白什么才是公义，明白什么才是正确的。咱所计划的时间虽然还未到，总是因为你敬畏上帝，你所做一切，伊会保护你，聪明要保守你，啊，咱会通闪避，袂行歪错去，袂做毋对的判断。这个是上帝互咱的应允。我想咱人生的中间有足多需要做决定的，愈自由的社会，你会决定愈多。咱做婴仔的时阵，咱是种被动的，你要表达你的意见，你会通使用你的自由意志，可能较少。爸爸妈妈要饲你什么牌牛奶粉啦，要安怎来对待你，你敢若无什么选择余地。总是到3岁4岁了。你开始有家己的主张啊！你家己的想法，我要安尼，我要穿这领，我不爱穿迄领。开始有家己的主张，有自由意志了。事实上，对照顾的人，对父母周围的人，变做一种较困难，要安怎，毋知要安怎来满足你。我想上帝互咱自由意志，嘛是这种意思。在咱的成长的过程的中间，爱做决定太多咧。你会甲你的父母参详，我要读这间学校，我要读这系，我这个工作到底什么款？人生的婚姻大事，我到底通嫁无？通娶这个人无？我搬徙去什么所在？我退休的时阵要安怎安排我的生活？这每一个决定，拢会影响咱的生活，甚至有时你以前做的决定，今仔日也影响你的人生。所以每一个决定，有时你会感觉讲，这个咧敢若无啥要紧。总是时间悠长来看，咱知影每一个决定，就是真细决定，嘛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后来你才知影讲，哇，我迄阵啊选择安尼，无一定会更较好。要决定，当然有一寡是你会通单独。家己我要安尼做，要安尼做，无影响什么其他的人。总是真侪代志是爱需要经过外在的环境。外在环境到底即马情形什么款？我需要甲人谈判，伫迄个所在协调妥协，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你才会通做最后的决定。我想咱最近咧讲台湾要买疫苗的代志，咱就会看。这要买疫苗，这毋是台湾政府单方面就会通决定的。咱的国家真特别，伊需要佮有中国的这主动，所以一定有足侪这桌面下的折冲啦、协调啦，遐契约的谈判，这毋是咱通单独决定。然后咱伫迄个中间找对咱上有利的，你才会通做一个决定。调野嘛是共款，即马虽然执政党敢若议员较侪，
总是伊嘛都爱尊重在野党，因无共款的意见，啊，免啊伫迄个所在来找到一个大家拢会通接受的方法。企业也共款，夫妇嘛共款，亲子嘛共款。你的囝要读什么优异的想法，啊，总是可能你人生经验较侪，你会通伫迄个所在来提供伊一寡意见，然后伫迄个所在来做一个决定。所以要做决定的时阵，有时需要谈判，需要决定。做决定了后，咱心内爱知影，我会承担迄个我做决定的后果。伫历史上有一寡决定吼，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咱今日来看，当保罗上帝圣神毋知为什么感动伊，将来传福音的方向，毋是为亚洲，是为马其顿，为欧洲迄边去。啊，这个决定影响2000多年来，迄个人类的文明，也是这福音的光传。这个影响到今仔日，咱毋知当时保罗听见暗时圣神对伊的一个启示，伊困醒了后，我到底是讲我亚洲这边我较熟啊，我是毋是继续到亚洲遮来传福音度较舒适较好势？总是伊决定顺服伫上帝旨意。为马其顿开始去传福音嘛？罗德马丁感觉讲，我看到教会腐败，教皇伊的权威已经大过到上帝时，伊提出一个信仰的质疑，然后引起宗教改革，到今仔日嘛影响新兴的世界，影响所有基督徒啊！伫迄个所在，互咱今仔日知影万民该祭司。咱逐个人拢是祭司，毋是神职人员，伊就较悬，伊就较大。咱逐个人都是上帝祭司，咱会通凭着咱家己，靠着主耶稣基督来亲近上帝。这个决定影响非常的大。当美国甲英国到底要怎做美国，要怎做英国的殖民地，伫迄个所在应该讲要发动独立战争，然后制定一个宪法，是人人拢平等的，是民主制度的。当时的决定影响到今仔日的世界，今日美国对全世界影响力是人也不可否认的。所以，若无1776年迄阵啊，迄个决定，今仔日的世界嘛会无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到底英国是要欧洲世界是要甲希特勒来对抗，还是讲要用妥协？今仔欧洲、美国开始甲中国的关系嘛，开始咧面对这种的选择。到底我要安怎来做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丘吉尔、英国若无做迄种的决定，今日世界情形也无同。当时蒋介石若无决定讲，阮会通用台湾的名义继续留到联合国，我会通接受。今仔台湾的处境袂遮惨，伊决定要限制不良理，今仔造成咱伫各所在受到最的压迫。这决定拢影响到你甲我。伫创世纪内底，我咱即摆咧读创世纪，今仔已经读到创世纪21章啊。毋茫真侪人会通参与伫创世纪的读经默想。你伫迄内底看见真侪人物当时有做决定，啊，这个决定迄个影响非常的深远。譬如讲，我来弄拿阿就好。上帝讲我要审判世界，我要用大水来灭世界。总是拿，因为我看你是义人，所以你伫山顶做一个船，要救你甲你的全家。拿爱决定到底，啊，这个到底就拢天气拢共款安尼啊？啊，这船到山顶啊，到底这什么意思？伊要顺服甲毋顺服，决定着因会得救。罗德阿必兰互伊选讲咧，你是要刷去什么所在？伊讲我要刷去索多玛、蛾摩拉。后来伊的家庭做有真侪遮困难。阿伯拉罕等10几年，等无上帝应允讲，互伊有后代，伊决定讲啊，无咱家己想咱家己的方法，安尼较紧啊。所以生伊是玛丽啊，这项代志的决定影响到今仔日世界。所以咱看见这个代志，拢毋是小可的决定，拢是需要上帝智慧伫迄内底。我想讲，甲咱大家玩一个游戏啦吼，创世纪2章15节到17节。啊，咱来读这个圣经，你看这个中间有几项代志是必须爱亚当来做决定的。耶和华上帝将迄人
伊将阿东安置伫爱殿园，互伊经营看管。耶和华上帝吩咐人讲，园中逐项所出的，你拢会通随意来食。总是知影善恶树所出的，你毋通食，因为你食的日子一定会死。敢若这两三节的有几项是需要做决定的。我是认为大概有这三项你会通做决定。第一项就是亚当受安置伫爱甸园，环境毋是。这个环境毋是亚当来决定的，上帝决定。我甲你放在迄个所在。你甲我，上帝互咱活伫21世纪的台湾，互你做一个台湾人，甲你安置伫这个时阵，伫这个所在，迄毋是你会通决定的。你要出世伫这个家庭，毋是你会通决定的。咱的人生有一寡是上帝甲咱安置的，总是过落去的决定。耕耘看管，随意吃不可吃，这拢是牵涉到咱自由意志的决定。上帝讲，你都爱正直固守，伊就诚做管家啊。所以亚当受这个命令了后，伊会通来决定讲，我要安怎来种，我要安怎来固守这个自然的环境。我要种木瓜，还是我要种西瓜？我要种这个，还是要种迄个？我要做什么代志？我要来固守这个上帝创造美丽的世界。伊的决定影响到上帝安排伊周围的人，以及这个环境。上帝甲你安置伫这个家庭内底，互你嫁这个翁，互你娶这个某，互你来成做一个家庭来固守的人。你要安怎来经营你的家庭？经营亲子的关系，经营这个夫妇的关系，这个是你会通做决定的。园内所有你通随意来食，所以亚当有足侪选择。我要食炸鸡块，我要食火锅，食什么卖食什么，伊会决定。今仔日我想咱活伫这个遮尔丰富的。你要食什么会决定你家己的健康啦，你的身体。英语一句讲 ，You are what you eat。你今仔身材安尼，你安尼，你的身体什么款？迄是因为你决定啊。逐项你会通互你选择啊，我就选择安尼不健康的食品我就无要紧啊，偶尔来享受一下，迄是你的决定。分别好歹的手，你唔通食，你会通决定讲，我到底要听啊，无爱听。真简单的两个选择，当时决定讲，违抗上帝的意思，大概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看起来真水也真好食。所以咱的决定是全面性，你的决定影响到你，影响到其他的人，影响到环境，影响到你甲上帝关系，这就是咱的自由意志。咱的性命，上帝安置咱伫咱，互你伫世间不管偌久。你有一寡重要决定，我的肉体，我的生活的需要爱到什么情形，我才够满足。我一定爱带到地堡，安尼我才感觉我的人生才有够丰富。生活肉体的满足到什么时候，你才会通感觉讲安尼会使啊？伫精神的方面，那么是共款；伫魂的方面，我对知性的追求，我爱艺术，我爱运动，我爱这代志，这代志会通满足，互我感觉我的人生真丰富。我的人际关系真好势，我甲人的这关系，足侪朋友我有欠亏时，逐个人来帮衬，互咱精神非常的满足。这个咱会去追求这代志。有人无感觉有灵魂，总是上帝互咱的这个灵魂。有伊的形象，迄个真实自我的追寻伫什么所在？我考虑到我将来肉体会败坏一天，我肉体败坏了，我灵魂要到什么所在去？这你需要考虑，敢毋是？我需要做这个重要的决定。所以今仔日咱要做决定的时候，毋是伫享受人生，享受毋是罪恶，总是到什么程度？伫享受的追求的观点。伫人际关系、伫精神满足的层面上，
到你追求我家己活伫世间的意义，以及我甲创造我的上帝中间迄个关系，我爱做甚物款的决定？咱爱思考这个代志。所以咱咧做决定有一寡基本原则啦吼。除了讲咱家己的性格、咱家己的教育、咱家己的人生的背景，你一般有一寡原则伫咧。真侪人是率性而为，我的性格上帝互我生出来，我就是安尼，所以我就当时安那感动，我就安那来做。咱大部分真侪人，咱拢会对时代的潮流啦。即摆咧流行啥物？社会咧定义，世界咧定义一个人生胜利组，你就是爱有 PhD 啦，你都爱有甚物款的水准啦、社会啦，你的存款爱偌济等等。咱不可避免，伫即个时代内底有即个时代潮流的迄落。总是嘛有一寡人会感觉讲，我咧做决定的时阵，我当然用我个人的利益为最高考量。咱拢是最近咧讲国家利益。美国有伊的国家利益，台湾的国家利益，大家拢以家己的利益最高考量，这嘛是人性。感觉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当然爱考虑我的利益，迄是最高的考量。所以我的利益排伫上头前，我决定我的利益超越一切顺，你可能会做一个真自私的决定。是你会愿意讲，我做决定的时，毋是我家己决定要安怎做，我就安怎做。我愿意讲，小可较客观一下，用上帝的话来检验我即摆决定到底是聪明的，还是上帝所无欢喜的。意思就是讲，你要跟对上帝的话，还是要跟对世界的潮流。即摆现代潮流，我毋知啦。阮即摆原来有较侪回去说啦吼，感觉从细汉到即摆，世界潮流一直咧变啦吼，一直咧变。特别到伫即马新的文明，咱讲处在后现代。我愈来愈感觉，所谓的后现代吼，就是讲让别人伊要安怎做，迄伊的代志，只要不影响其他人，不妨碍，有何不可？人生短短一夜情好啦，我就逢场作戏啦。这个伊这代志没有关系，因为社会通接受这种的想法啦。所以安尼去做没有关系吧？所以咱即马看见，不管是离婚率啦吼，还是这代志愈来愈多。咱即马伫即个世代，阁是追求短暂利益。咱伫现代，我毋知呢，我迄个手机上若咧登录一寡物件，想要看，我超过10秒我就甲存掉起来。本来咱拢问讲，我会决定马上要看到效果。我即摆决定马上对我有利益，这个代志变做咱的判断会真短视。总是上帝有伊的步调甲伊的时间，上帝咧行路无紧啊，伊的话立定在天。圣经讲，伊10000年前讲这毋好，这是毋对的。今仔日社会不管讲安那，犹原是毋对的。不管伫婚姻的制度观点，伫两性的关系观点，伫社会价值观点，伫对钱银的处理观点，当时上帝安怎讲，迄对，迄毋对，今仔日对咱还是有效。所以要安怎做出一个聪明的决定大概啦吼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咱即马拢咧快筛快筛知影讲你有阴性阳性，你要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的时，有6个你考虑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讲，这样代志上帝会安怎讲？第二项，你爱问家己，诚实面对家己，我的内心安怎讲？这样代志我决定落去，对我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对整个社会，对其他人，我决定要做这样代志的时候，我会诚做互伊捆绑去袂？我做这个决定，对其他的人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咱的性命、咱的时间真有限我决定要安尼的时阵，敢是我有限资本的最佳投资？这是咱会通来思考6个筛检你要做决定的一个工具。
第一项就是上帝安怎讲。我想咱捌听过即个故事吼，我是毋知这杨震伫东汉的时阵是有偌侪权柄、偌侪势力，总是真侪人要送礼，要甲贿赂，啊，要拜托伊做甚物代志，所以甲因兜门口遐写一个四之堂，讲啊，这树下啊，你甲我拜托一下，小我瞧一下吼，互我较方便一下。这杨震是一个正直的人，伊讲哪有可能无人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叫四知。所以这项代志毋是干你甲我两个人知尔，上帝知影。今仔你要做甚物代志的时阵，上帝知影。所以心中有一个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我做决定的时阵，我心中准有上帝。毋拿你圣经足侪所在甲咱讲，你今仔做的决定，你今仔的行为，将来拢来受审判。启示录20章，每个人要照他所行的受审判。我今天的决定，将来的影响，甚至到伫上帝审判台前。咱据约瑟的例来讲，今仔日约瑟如果活伫今仔日的现代大概。大家觉得无什么关系啊？当伊受卖去到埃及去做波提范的奴隶的时阵，这个主人波提范对约瑟有全部的信任，总是伊的头家娘啊，看见约瑟生了水，好生做，所以想要色诱伊，总是约瑟毋趁伊。伊讲我的头家波提范遮尔信任我，已经将所有的物件，我拢会通做决定，我要安怎做拢会使。干那一项，你以外伊无一项无交代我。你有想到亚当啊无？上帝爱的拢，逐项代志拢交代互伊。干那迄个善恶树的果子，你毋通食。所以约瑟伊选择甲亚当无共款的决定。我早以为通行即号大歹来得罪上帝，毋是干得罪上帝嘛，得罪波提范。伊甲亚当共款处境，除了即个波提范过来，逐项我拢会使随意来处理，总是干那即个我袂当担当，因为我袂当行即号歹。来得罪上帝，咱将上帝放伫心内，所以毋茫咱咧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阵，将上帝话放伫你做重要决定的一个最高权威。如果上帝话讲这袂通，请你毋通安尼行。诗篇119篇就是安尼讲，我要禁止我的脚行一切歹路，我要遵守上帝你的话，无偏离你的判断。主啊，我人生的道路，求你用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帮助我照明，我就安那来行，行伫上帝道路关顶。第二项筛选的工具就是，你对得起自己吗？你对家己有法度人迄路？所以箴言讲，你若行伫正路，你行达安稳，暗时好困啊。趁歪徛路的。要路线，这真趣味吼！如果我即马做的决定，有一天惊讲有人会知影，会路线出来，啊，真可能迄毋是真好的决定。如果我今仔决定讲，无要紧啊，这即马即个暂时安尼来做，所以有一天若逼出来的时阵，啊，你就知影讲，我当时做了一个真错误的决定。啊，譬如讲，咱即摆咧讲特权打疫苗的代志，啊，本来大家司法讲咧，总是路线出来足歹看，啊，社会真大的批评，所以真侪代志咱爱通过家己心内即关，我感觉妥当无？我做即个决定了，我感觉心安理得嘛？这第二个，第三个，这样代志对我有帮助无？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讲，我逐项拢通去做啦。确实，上帝予咱遮尔大的自由，你通随意来食啦，总是无拢有利益啦。
你做这个代志，拢通总是无建立德行，所以毋是干那求家己的利益尔，你都要去考虑到别项，这是咱第三、第四项要讲的代志。有正面的无？我做这个决定，对我、对社会、对我周围的人，是毋是正面的？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对腓立比教会甲因讲，伫恁的生命中间，恁去追求这个代志，真实的，互人感觉真会通尊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气，上帝看作清气的，是通听的，是有会通得到好名声的，是德行的，是互人通学落的。这个代志，咱较接受少年者。若是互人将来骗想，互人会嫌的，咱尽量避免去做遐个代志。虽然你有迄个自由通做，总是无一定拢有利益。我做这个决定会受到伊的支配无？迄个代志、迄个物件、迄个人会成做我的上帝、我的偶像也无？诗篇10篇第30讲：歹人夸口伊的心所爱。伊将家己的欲望做做伊的上帝，我要夸口我的心所爱，所以我照我的心里面的意爱，我心内所爱欲望，我就要爱去行，我就是我的上帝啊！我就真爱钱，所以贪心的，我钱银是我的上帝，所以我一世人用上多的精神时间去追求这个钱银的积聚搁较多。伊讲贪心的就气杀耶和华，伊甲钱、甲迄个贪做伊的上帝，去侮慢上帝。诗篇讲用别个神，如果金钱、名声、地位是我的上帝，我的忧苦要哪加添？我受伊的控制，我无得到人的讹落，我就足艰苦心。我无趁到偌济钱，我感觉白活等等遮。我会受这个物件支配控制，所以问家己，这个世间我即摆咧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啊，我是毋是已经伫偶像崇拜道路关顶？过落去就是讲，啊，我对其他的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咱最近各社会一定咧批评讲，有人特权去施打疫苗，当然可能也无什么歹意啦，总是。当时要做决定的时阵，可能无考虑到有比因更较需要的人。今仔日一个诚实、听人的人，会愿意为着其他的人牺牲家己的利益，限制家己的自由。到底我做这个决定，对其他的人造成什么款的影响？所以，毋是干那你家己的代志，你都要小可考虑一下，这对别人的影响到什么程度？罗马书14章12节、13节是用比较负面的讲，无的用互人绊倒，还是踢牙的面下伫兄弟的面前。今仔日我做的决定，来互我的兄弟绊倒，我莫做。这个可能有一个背景，当时因迄祭偶像的面，到底通食毋通食？保罗是一个真自由派的人，伊讲会通食。总是，如果因为我这个自由递到影响到其他信心较软弱的人，看见讲啊，我人咧拜偶像的物件，你嘛咧甲人食，那安尼我宁可牺牲我的自由，我不爱因为我的决定去影响到别人，互人绊倒。这个就是咱可能爱做决定的一个考虑。最后就是，咱的时间这个性命有限，所以什么是我性命上重要的？咱即马政府咧纾困贷款啊，当然政府的钱有限，所以我的纾困一定放伫迄个上需要的人的身上。我一定要找到迄个上好的所在，互上有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而不是逐个拢好，讲啊一人分1万，逐个嘛欢喜。总是政府敢有遐侪钱？所以咱来判断就是。伫我真有限的时间内底，最好的回馈伫什么所在？以赛亚先知甲咱讲：你的时间毋是足多，趁耶和华通找到的时，咱了时间，咱用精神来找伊，
伫伊三军的时阵来求救伊。咱毋知是毋是有明仔载，所以你着趁还有通叫做今仔日的事，来勉励家己，也彼此互相劝勉，毋茫咱做一个智慧的判断。所以咱今日讲的，你毋茫咱会通复习一个讲啊，上帝安怎讲？我要做决定的时阵。你毋知影你要考什么款？即个有人要开始升学啊，到底我要读倒一科系？上帝安怎讲？寻求神的旨意，我的内心，我的兴趣怎样安怎讲？会有正面的帮助。我若读即个科系，将来对我人生的经营，对整个社会，是毋是有真好的帮助？啊，是我敢会受到即个诚侪伊的努力？我对其他的人影响，我做即个决定的时阵，父母啦、周围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有限的性命内底，我做这个决定，是毋是我最佳的选择？追求智慧，追求智慧就是追求上帝。咱做一个聪明的决定。咱今日就用这个圣经节来做咱的金句，咱做来读。这个变做我这个敢若是华语的啦吼，无咱就用华语来读。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寻宝藏，你就懂得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今年2章40到60节，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有这个自由意志，互阮伫你安置阮的环境的中间。也佫有相当的自由，通好来决定我要安怎来回应，安怎来做决定。主啊，恳求你，互阮有聪明的决定，将上帝你对阮的意思，将你做成阮的性格啊，阮心内安怎来看这项代志。互阮知影，阮所做决定的影响的赞处不止多啊，阮有限的性命内底。做上好的投资，阮着爱做什么款的决定？恳求主你，互阮为顶面来的智慧提升。恳求你帮助阮来敲找智慧，敲找上帝，亲像咧寻宝、敲找囡仔、敲找迄个无比的宝藏一样。求你通过今日圣经，互阮有更较好的学习。也会通做更较好人生的决定，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这次来念圣诗546首，天父我知一生的光阴。咱请起立。天父我知。是你为我安排，所以当罪有烦恼，我愿交出所爱，恳求上
受着苦楚，因为心来承受这个做囝无做奴仆。我若常常记起代日，就必自由大好。请坐。咱即时来奉献，咱奉献的时，咱已经准备将咱的金钱来准备一个专用的这个信封，将咱的金钱来放伫咱的这个信封内底。当恢复实体礼拜时阵，咱已经摕来教会也是你已经透过这个银行汇款的方式。将你的金钱来汇到咱南门教会的这个口座吼，咱银行口座是伫第一银行南门的分行，代号是007，号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账号17210108282，汇款了后，咱搁麻烦。打电话给黄干事来确认。咱伫即个周报对咱奉献的即个征信，现金的奉献伫主日的中昼12:30，吼，12点半咱来截止。咱银行汇款伫礼拜五下晡的3点半来截止。伫这个期间所收到的这个奉献，咱能来记载伫咱的这个后一周的这个周报吼，来互兄弟姊妹来征信。好，这时我来报告第一项伫这个疫情第3级的期间吼。甲6月28，咱的这个礼拜拢改成线顶的网络的礼拜吼，请兄弟姊妹拢照着华语台语的这个时间准时来参与伫礼拜。这期间所有的服侍乐队由牧师甲办公室的干事这2礼拜，咱也特别感谢恩慈老师吼来这个苏琴的服侍。第二咱的线顶的这个主会目前基石团契甲青年团契，伊伫礼拜六的下暗7点半拢有伫线上来聚会。礼拜日少年团契伫10点半。儿童主日学咱的时间提早甲10点。甲10点20儿童主日学咱遮拢有即个线上的礼拜。礼拜日下晡12点45有咱磐石团契的线上礼拜请咱各团契的人用来注意遮的时间咱准时来参加团契的礼拜。再来第三，每日的灵修每日灵修，咱即阵咱搁继续伫创世纪的即个灵修默想的内底，目前已经进行到21章，也未加入的咱能紧紧来加入咱即个灵修的行列互上帝话来引带咱每一天的生活，互咱用上帝话来成做咱。这个期间咱的属灵的这个美牛甲咱的快乐。第四、第3季就是7月甲9月咱的时间的这个预定预定表因为咱过来疫情到底会安怎，咱唔知影。不过咱嘛是爱事先来安排，请各团契用将恁伫7月甲9月。恁事先来排即个活动，送到即个办公室办公室。第5后主日咱要邀请即个咱的新学生蔡坤玉同学伫咱中间来华语台语的即个讲道伊特别恭喜伫即个顶礼拜5顺时对即个台湾新学院来完成伊的学业。来毕业咱来恭喜。再来具体的消息
吼。雷锋子伫顶礼拜三6月16伫台大病院来开刀，目前恢复的情形是袂歹。咱继续为着雷锋子的即个手术了的恢复，特别为着易德兄来祈祷吼。伊即阵伫病院来照顾伊，拢袂因为疫情的关系，拢袂使出来吼。求上帝来加添因的气力，继续为着市局主局主姐伊的健康甲伊的恢复来祈祷。第二伫即个疫情的中间请兄弟姊妹若有啥物需要随时用甲牧师也是甲办公室来联络。再来大岛的事项为着台湾已经开始分阶段来注即个疫苗，且为着台湾用来取着搁较够额的即个疫苗来祈祷为着即个全民施打疫苗，用达到即个群体的免疫力，用来脱离即个病毒的威胁咱同心来祈祷。第二为着台湾即个国产疫苗咱的进度会用顺势来得到国际的即个认证并且伊生产的量甲即个速度拢用来供应咱及时为着无要受别国的即个约束约束限制根本吧，所以咱特别为着咱国产的即个疫苗咱来迫切来祈祷。第三，防疫期间也互咱为着家己的心情的安定甲自在甲咱人命的成长来祈祷。这是咱要来以上的报告，咱要来念。是的，我补充一项吼，咱即马真侪长辈开始咧注疫苗吼，昨阮中级的一个视讯分享，咱中间有即个医学常识吼，咱有真侪中级是伫医生安尼吼，伊咧提起一项就是，如果注料吼卖乱啦吼，迄乱料敢若对迄个效果会造成影响，咱一般习惯。注射了拢爱伫遐乱的吼，即个疫苗请毋通乱。第二项就是讲，如果你若有注疫苗吼，迄个若需要去牙科啊，像打麻醉剂，你可能爱特别注意。头先我甲恩慈老师咧讲，伊是讲有的人惊讲迄个副作用，所以要去注疫苗以前就先食退烧还是止痛剂，也不要这样吼。就是你若感觉注了倒转来感觉发烧啥，迄个时阵才来食，卖预先去食迄，这可能对疫苗拢有一寡影响。所以咱陆续如果若排到咱会通注疫苗吼，咱特别注意去注的时阵，特别迄个情形注了，你爱伫现场超等半点钟。如果若有副作用真强，真侪拢是半点钟内底就会引起迄个副作用出来。所以注了的时阵，你伫附近休困，超半点钟以外，若无啥物真激烈的反应，咱才倒转去厝。倒转去厝了，如果若真正非常的不舒服，嘛是爱去找医生啦吼。这是甲大家提醒一下吼。希望咱有排着咱会通去做的，咱会通尽量较去做吼。万事交托上帝，我相信上帝会保守咱大家人会平安吼。希望大家伫这段时间较吞润者，希望这疫情会通赶紧过去。多谢。咱来念祝福蔡肯的诗歌402首，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我大脚步，假使我仍然欠你是正，但愿大日遵守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对
最后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医治、安慰、祝福、引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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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密道散会。